你做嗰個訪問就係關於即係你對於呢個婚姻呢個我就同個朋友嚟辦即係婚姻證明，因為佢先生過咗身。今集終極 Ultra 大搞問咧，就嚟到呢個沙田嘅婚姻註冊處，諗住訪問一班新人，究竟結婚嘅意義係乜嘢？但係咧，我同攝影師今朝9點鐘等到而家12點，都一對新人都等唔到。究竟係點解而家越嚟越少人結婚嘅咧？現代社會嚟講，越嚟越少人結婚都唔係一日兩日嘅事。全球近40年嘅平均結婚率中位數由1980年代嘅9%下降到2020年代嘅4%。請問你單身定係已婚？單身，未婚。我係單身嘅。我係單身嘅，冇結婚嘅打算。因為我覺得約束太多，即係你如果做錯選擇，翻轉頭就都比較嘥時間嗰啲。冇。我有少少不婚主義嘅。冇乜嘅。結婚嘅話，應該會覺得好麻煩，即係你要搞婚禮嘅話，你又要一筆錢影婚紗相、結婚相一筆錢。聽到呢度，我諗好多人都唔多唔少聽講過結婚要使好多錢，甚至我係聽過有人要借錢結婚嘅。咁究竟結一場婚要使幾多錢呢？首先我哋就要了解成個婚禮嘅流程啦。簡單啲嚟講，其實可以將成個結婚嘅使費分做3部分：結婚前、結婚當日同埋結婚之後。結婚之前一定唔可以少嘅就係 pre-wedding 嘅婚紗相。一開始佢哋就會去揾婚紗攝影先嘅。咁你當影相嗰陣時就會牽涉到啲衫啦，男士就可能訂做西裝啦，女士嗰條裙就好少訂做，通常就租啦。咁佢着完件衫，咁要整靚個樣噶嘛。分別有美容嘅鋪頭同埋化妝師嘅，咁兩個唔同嘅鋪頭嚟嘅。現場到婚禮嗰日有大妗姐啦，阿姨姨嚟嘅，我嚟搞氣氛啦，同埋咧佢好熟啲傳統嘅禮節咧，啲新人正常都係第一次結婚噶嘛。咁咧就係會唔知道我行去邊或者幾時斟茶，咁唔知啲程序點做，咁啊需要大妗姐去提佢哋，即係點樣走位啊，點樣嘅。其中一樣最大嘅使費都係莫過於呢個當晚嘅婚宴酒席。新人喺整體最大開支咧，其實都係講緊婚宴酒席啊，係足足佔咗成個婚禮使費入面嘅一半有多。夜晚酒席入邊有個真係揸咪嘅 MC， 有個司儀啊嘛。有時一男一女咧，有時淨係得個男嘅去帶動嗰場婚禮嘅。婚宴酒席入面咧，其實都已經包埋呢個場地佈置啦，之後仲有婚禮服飾啊、化妝同埋你要買戒指啦。結婚當日嘅婚攝咧都好重要嘅，可能會有人幫你影相同埋拍片去記錄低成個過程嘅。而註冊同埋證婚咧都算係所有使費入面咧最平嘅嗰一樣啦。到結婚後通常會使一筆錢咧就會去度蜜月啦、去旅行嘅。然後呢度咧所有嘅使費其實都未包含，如果你要同你嘅另一半出去買樓啊，或者你哋有生小朋友嘅打算啊，就更加係一筆大嘅使費啦。不過如果我覺得就齋簽字嘅話，可能會簡單啲咯，但係啲人會覺得太麻煩啦而家。其實自己一個幾開心嘅，係啊。我覺得結婚呢樣嘢，倒不如即係拍好耐嘅拖，但係唔結婚咁樣，因為我覺得其實結婚係一張紙綁住啫，係咯。但係愛情呢樣嘢唔係㗎嘛。因為即係做嘢都好多嘢煩，好多嘢諗。即係反而我覺得對我嚟講，好似結婚係負擔大過一個，因為以前好似佢成日話結婚，多個人陪你行落去咁樣，但係好似結婚你又要 take care 對方更加多咁樣嘅時候，好似佢係負擔仲大過係一個好事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都好實際嘅。譬如你本身係個生活質素係咁樣嘅，但係你結咗婚之後，可能因為要同對方 share 嘅時候，咁其實你嘅生活質素下降咗嘅喎。咁但係我又覺得而家呢個世代好似有好多可以自由自在更加多嘅生活方式，咁即係可能關係上結婚係咪代表住一個關係嘅終點？咁我都覺得可能未必㗎喎，咁樣。咁我覺得而家個世代就係可以 explore 多啲呢啲嘢。咁中國就由10幾年前大概1213年度咧，大概就係9.9%嚇，即係接近1%啦，9.9%咧喺短短10年間咧，去到2023年咧，下降咗係5.1%，即係嗰個打折咧，差唔多打咗一半嘅。主要嘅原因咧，最宏觀嘅原因咧，就人類我哋呢種生物嘅名叫做智人。智人咧就會因為我哋生存嘅資源已經係好飽和，我哋自然咧
就唔希望生兒育女，導致我哋唔想結婚嘅。咁然之後落到嚟嘅呢，先至係所謂嘅嗰啲樓好貴啊，養大個細路仔好貴啊，教育好貴。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頭先我所講嘅邏輯呢，一個實質上嘅體現。再落去下一層嗰個就係一個經濟學，係特別係呢個 land economics 土地經濟就係會更現實嘅，因為你嗰個生活環境就係狹迫啊嘛，變相咧就係一男一女咧，如果唔係自己買樓或者租樓咧，其實唔太可能建立一個新家庭。我哋知道婚姻同拍拖或者係同建立任何關係唔同咧，你唔單止要適應你嘅丈夫係咪？因為兩個人拍拖，除非你同居嘅啫，如果唔係嘅話，拍拖係一回事喎，一齊住係另外一回事。哇！我要適應你呢個衰鬼已經好慘噶啦，如果我哋要適應埋你阿爸阿媽，咁咪好大鑊。我唔想對住個奶奶，或者唔想對住個外母，係咪？或者唔想對住個姨仔或者叔仔，咁我要搬出去住。咁啊搬出去住嘅時候呢，但係嗰個租金呢又非常之昂貴。譬如香港雖然過去個樓價喺度跌啦，但係嗰個租金指數呢，其實依家有少少平，但係過去包括疫症在內，包括即係動亂嘅時期，嗰個租金嘅指數其實一路都係上升嘅。咁我租唔抵，我買先至抵。而數據上呢，我哋都可以睇到香港近10年嘅結婚人數統計表入面，喺疫情3年嘅跌幅之後，2023同埋24年嘅結婚人數都有顯著嘅升幅。而呢一個升幅呢，係同土地註冊處嘅住宅買賣合約統計呢係成正比嘅。意思即係咩呢？即係多咗人結婚都會多咗人買樓，呢樣嘢咧都再一次證明咗香港人結婚同埋買樓係存在一定嘅關係嘅。正所謂有樓就有高潮，而當建立一段婚姻係需要有一定嘅經濟條件，亦即係可以買到樓啦。咁呢一樣嘢就會成為咗現代人唔肯結婚、遲結婚甚至不婚嘅原因啦。咁但係我覺得真正有一個幫助嘅咧，理論上就係話有更多嘅政府樓、更多嘅綠置居或者係新居屋。但你就算有呢種政府樓，無論係綠置居定係新居屋都好咧，你唔會令到一啲唔想結婚嘅人結婚，你唔會令到一啲唔想生仔嘅人生仔，但係你會令到一啲咧原先有呢個諗法，但係喺首置方面有壓力嘅，即係後生仔女咧去完成到呢一樣嘢。講完呢啲大環境嘅經濟因素之外咧，就要講下一啲內在嘅因素啦。2025年喺呢個所有嘢都可以用智能手機解決嘅年代咧，你叫飯可以用外賣 app， 搭的士 call Uber 都可以用電話去叫車，就連揾伴侶你都可以用電話 swipe。話說早排咧玩呢個 dating app， 交友 app 係一個龍蛇混雜。今次唔係 Tinder 啦，今次係 Omi。可能就係抱住一個約炮嘅心態去玩交。越容易得到嘅嘢，往往就會越唔識得去珍惜。當你揾一個伴侶係可以同你叫餐外賣一樣咁簡單嘅時候，現代人咧就會越嚟越唔重視承諾呢樣嘢。同埋而家好興嗰啲速食文化，咁你唔知到底你同呢個人係咪扮到好深情、好中意你咁樣，係啊。呢一種速食文化都導致咗近幾年越嚟越多唔同嘅關係形式，亦即係所謂嘅短期關係 （short-term relationship）。我哋嗰個本能、嗰個性嘅本能咧，唔一定要透過建立個家庭佢去滿足嘅，有好多各式各樣嘅方法。咁呢度我就唔方便再配英配聲啦。客觀而言，現代人嘅戀愛觀其實就冇分對或者錯嘅。咁但係當今日冇人願意去揾一個穩定嘅伴侶嘅時候，又點會有人願意行到結婚嗰一步啊？咁對於成個社會嚟講，係咪結婚就真係一啲意都冇呢？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guys been married? 14 years。未婚，拍緊拖。有拍拖。已婚。已婚。呢樣嘢一定要喎，必要㗎。我覺得結婚先係一個完整咯，係啊，即係人生其中一個任務就係要結婚。Because we wanted to spend time together and we were living in separate countries. Getting married was one way to stay together. 都會有嘅未來，係啊。原因如果揾到個啱嘅人，其實都係可以結婚。真係好想同嗰個人一齊，同埋如果有一定嘅經濟能力嘅基礎下，都會想同中意嘅人去組織一個家庭。我覺得更多的其實也是一個家族的延續吧，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續，因為你會有孩子嘛。然後如果一個人的話呢，可能短時間內是很快活的，但是呢，你趕到一些節假日啦，一些需要家庭聚會的時候，那你就會感到還是很寂寞的。結婚原因係乜嘢啊？兩個人喺埋一齊生活，希望生活上邊有一個穩定嘅伴侶咧。我覺得愛情一個 result 啦，其中一樣嘢就係結婚同埋生仔咯。
咁所以 that's why 呢兩樣嘢我都覺得係必須嘅，先可以 complete 到呢件事。我覺得遲婚係好嘅，因為大家成熟咗之後啦，其實可能離婚嘅機率會低啲啦，同埋即係你會知道自己究竟要啲乜嘢咯。係啊，因為譬如好似我20幾歲嘅話，我都可能一時衝動啦，但係如果去到而家30幾嘅話咧，就會冷靜好多咯，會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咯。唔想孤獨終老咯，唔知喎，繁殖後代嚇我都唔知呢啲問題我除非答到。我得18歲其實養老。I guess when you're married, it gives you like more commitment. It's harder to separate. 有一個簽咗紙嘅效力，令到大家都會互相繼續進步咯。即係如果係男女朋友嘅話，其實相對地，即係我唔需要對你太負責，或者即係玩玩下都得咯。如果結婚就真係認真啲、嚴肅啲。都幾深喎呢啲問題，都要考慮。意義係咩啊？有個伴侶係開心啲嘅，係人生有個伴侶係開心啲嘅。第一基本上就係應該係有個自由度自己選擇嘅。咁佢哋中意揀結婚，亦都有啲人中意揀不婚。咁人係應該有個自由意志去選擇㗎嘛。有啲人會因為經濟成本而選擇唔結婚，有啲人又會因為唔想孤獨終老，唔想寂寞自己一個而結婚。婚姻對於某啲人嚟講係一個約束，係一個墳墓，但對於某啲人嚟講，佢係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齊生活嘅唯一方法。隨住社會嘅發展同埋人類嘅進步，婚姻對於現代人嚟講，其實已經由傳統觀念上嘅責任變成一種個人選擇。其實低結婚率同埋低出生率都係一個現代社會最終必定會走向嘅一個結局。作為成個社會入面其中一粒微塵嘅你，究竟又可以做啲咩呢？不過點都好啦，我自己覺得人一世物一世，無論選擇結唔結婚都好，最緊要都係開心，唔好留低任何嘅遺憾啊！今集終極 Ultra 大解密去到呢度先，如果有啲咩想我哋探討嘅題材，都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記得 Like、Subscribe， 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